隨住熱帶風暴風神逐漸靠近廣東沿岸，天文台會喺下晝5點20分直接發出3號強風信號，取代強烈季候風信號。風神集結喺東沙西南偏南大約30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18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。天文台話，一股強烈嘅東北季候風正喺度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多處地方正午嘅氣溫比尋日低3度左右。受到風神同埋季候風嘅影響，聽日後日2日初時嘅雨勢會較為頻密，未來2、3日嘅風勢持續都會幾大。市區嘅氣溫顯著下降，去到19度左右，新界再低2、3度。加上天文大潮，今個星期連續幾晚喺漲潮嘅時候，部分沿岸低窪地區可能會出現水浸。其中，聽日到星期4夜晚，維多利亞港嘅水位會上升到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左右。而喺澳門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，氣象局下午6點到8點會直接發出3號風球。氣象局話，風神已經進入澳門800公里範圍，受到東北季風同埋風神嘅共同影響，預料澳門今日嘅風勢都會幾大。預測風神聽日初時最接近澳門，將會喺澳門以南大約400公里掠過，對澳門造成嘅影響增加，風勢進一步加強。喺天氣方面，預料聽日去到星期3係多雲有雨，最低氣溫將會下降去到攝氏18度左右。氣象局又話，近日正值天文大潮，預料今晚同埋聽晚嘅大潮期間，內港低窪地區會出現輕微水浸。